咱问天各位组长已经着水电就来叫大家晚安，大家好。晚安。我希望着上咱时阵如果同大家感谢，咱已经改善水电就比较少提法，加上咱水电的不足，所以我们到这个期限，也这个将来上来大家用下。那么我呢这样呢这个用这个题目来讲咱现在学校呢这个题目讲无了的继续对啦有一贯天道必修引台湾语。那么今天学校呢有讲着讲这个求道的因缘的主线甲咱研究一贯天道的这个概念这个道统的这个格言当然就是讲天。天梯数啦。主要是讲迄个天道即个道统的即个格言就是咧讲天道格言就是咧讲伊的因缘，甲伊的原理天梯数一外开天到了结合究竟完全一种。那么这个结合就是天道的生活啦。要讲起来伊是天道。天道的生活，天道的生活，这就是说明讲天道的这个天道感性，夫妇规团本体，处处有本心，这个本体本心，这个生活只有单纯独修，一直到了呢普传天下，规律的传承，伊有分做3个阶段。那么第一个阶段就是中国文化的这个主义。迄个儒道规命的传承，这个是前东方18大祖师嘛，对吼，伊心中地爻出古，一直呢到了呢，这个下三国3代以上都讲，帝王家3代以下都讲书儒嘛，所以呢，孔子从道传落这个颜回呢，一直早来推广，所以呢，当传落。这个曾祖嘛，曾祖他们读书到传落去，读到了文祖呢，因为呢天下大乱，所以迄阵道当稳就对啦，转过西印度，所以讲有这个东方前18大祖师，甲呢这个西印度28大祖，那么28大祖就是呢，由释迦文从道传落车尊者，那么车业呢，尊者再从道来传落阿难尊者，一直传到28大祖，就是呢咱爸母祖师奉天承运啦那么看着东方古的这个神奇，所以迄阵将这个道大哥呢回转倒转来，咱中国回转倒转来这个中国。迄叫做老祖还朝对啦，这个道理咱回到咱来中国，所以儒道释主体的这个圆满，
会叫传承。但有讲后东方18代就对啦。那么后东方18代就是因为大梁母无用甲做神功嘛，所以讲神功二祖，那么将道传互即个曾唐，那么四祖就是道信，五祖弘忍大师，六祖是灵祖师，咱就以前做清楚的嘛。六祖是灵祖师，那么六祖呢，因为迄阵道温有即个南顿北向嘛，南顿就是呢，那么就是讲迄个顿法，顿教的即个法门就对啦。所以迄个向南，即个五祖弘忍大师伊交代讲伊向南，去呢，去传道啊，一个呢，咱所了解讲慧能祖师，佫有一个呢，新秀大师嘛，新秀大师呢，搭往北，迄叫做讲修嘛，所以有当有讲南顿北向，的即个意思就对。所以讲南顿就是正道啦，正道就对啦，伊是传正道。即摆呢北向伊是传正教，教化人心嘛，由人道达到天道嘛，所以讲所以咱知影讲，迄个咱着做慧能大师将道，则传落来回体，就遮开始的就对啦。所以七祖迄阵，因为迄个啥药师的迄精华就是拢咧找六路嘛，就是要甲诛杀啦，所以有当咱迄个六祖有当走入即个回体来，七祖拄好有两个啊，一个就是白玉祥，一个就是马端良。白玉祥伊是在家亲戚啊，马端良就是呢迄个出家众，因此因两个等于讲拢得道啦，一直呢传到第10号大祖，就是迄个王家己祖师就是呢那么伊迄阵伊的主要就是讲将即个大道甲伊改做一贯道，所以10号大祖开始当一贯道，10大祖就是老外埔就是青衣道人嘛，青衣道人就是江主啊，咱拢知影江主啊，所来化身呢，所以呢主张是三教合一嘛，三教合一。咱第17大祖咱应该就做清楚啊，第17大祖就是咱的老祖师嘛，罗中义嘛，罗祖啊，就是咱弥勒祖师所来化身呢，所以伊的英文字就是白羊应命，为地方英文的即个普传。第18大祖就是呢咱的师尊师表，强调主的奉献成分呢，咱道统来办理外国去着啊，办好去着，即个生活就是从遮来。那么这就是讲第3期完结的即个道统大开普渡的时阵，64大祖呢，就是呢，即个大道的格言就是从遮来。那个水墨的传承，那么第2点呢，我再来咱们所讲的普渡三者3期完结，英文的经义啊。那么讲普渡三者，咱师尊老大，那么伊真经捌甲咱讲的上天为啥物要降下即个真理保卫的即个真理来大开普渡？这乃是应着道业定感的义务啊。
会当呢去进一步去了解讲这道德评价无非啦那么伊的目的是啥？就是要满化这个结束，因为呢，道就是要拯救世人嘛，结就是要淘汰恶业主嘛，所以为着要满化这个结束，化人生为良业，那么建立了台湾世界为目标嘛。所以咱孙孙老人呢，对于老母降道这个三字原则的意义，搁再加以这个阐述就对啦。伊讲呢，所谓三字原则大开普度。什么叫做大开普度？就是呢，三德大开普度。三字我将你形成着了道德平等的大时代就对啦，形成着了道德平等的时代。所以讲咱会当去了解讲何为三德。三德当然咱知影讲天德、人德、甲地德嘛，那么以天德对象来讲，伊可以度这个河汉天道，替天助天行者。那么仁德就是对中可以度人间贫苦众生，下可以度地府幽灵鬼魂。所以讲民主就是要度的天地人三才，96条的原来度过天所以天地人三才同道这个意义就在。那么咱讲替天仙要度替天仙，那么咱除了老百姓伊头第一个度替天仙呢，就是呢温柔姑娘咱知影这个温柔姑娘后来伊呢打帮助道后来呢受到咱老母娘甲奉为着教化菩萨所以讲咱逐日咱有咧传拜教化菩萨就是咱的过去呢，咱除了头第一个度替天仙为五体弥天的就是咱的教化菩萨就是温柔姑娘。那么咱来看这个咱有性的咱知影咱咧土地公土地公就是福德敬事，所以一般点若讲有咧做生意的伊就拢会去拜土地公，因为安怎伊是财神爷所以就大家拢咧大赞，所以大家拢拜迄个重要土地公，结果土地公伊嘛爱来分道啦。所以咱有性人有土地公来分道，那么伊的轻心囥伫咱的有性人遮这就是会当敬的嘛。所以是讲咱的全省大德保化咱的这个祖先来分道安尼来调管咱的祖先过去因为无求着道行地嘛所以讲咱嘛是讲迄个全省大德嘛是讲希望讲咱的祖先会当回归明天嘛所以讲这个是三德大开普度。那么三字原则伊的意义是啥物？原则当然就是讲最后的一个大劫就对啦。为啥物要到这个劫数？当然这个劫数就是讲劫由人造啦，安尼数由天定所以这个劫数就是讲这劫就是咱家己咱家己所做的这个因果律嘛是讲咱家己，所以这个劫数从开天到收天这叫做一代轮回那么这个一代轮回就是一个次数，就是一个时间就是一个咱讲咱人这个岁数这个寿数，所以这个时间有12万9,600年，内底分12小岁每一岁1,800年，所以咱人是寿
身体嘛是受挫啦，所以讲啊，伫丛林经典内底，伊早伊着10天检查地基，来计算天地运转，伊着电流体、太极图来分析。所以咱讲咱讲10地基，就是讲由即个。主会、抽会、助抽引爆、行、意、五、二、心、有、出、海、所以改换了。伊即个宇宙伊的即个会所伊有分做太古、上古、中古，搁一个下古，安尼，呢，主会开天，抽会辟地。因会放生鱼，有咱人以后，等下10分收鱼啦，10分治世，所以讲到了5岁，因咧是10分治世，所以讲内底有分做7分治世，3分收鱼，伊迄是安尼啦，所以讲伊迄个7分治世嘛，5字，但是3分收鱼啊。重点就是伫迄个3分收鱼，就是近代5字交替时代，所以讲伫即个时阵带上呢3字月节、3者大概过渡，伊的应运字就是安尼，因为到了2岁的时阵就是呢，晚年收回啦。即个幽会等下灭地，过来灭天，天地混沌，天地大概是混沌，所以讲灭地但是气天方面。上天方面，气天方面，伊就是天地的即个生源就是安尼啦。所以讲7分治世3分收，所以即个3分收入呢，中间就是应在即个5字交替时代，就是双节连干3字月节、3个普渡的即个时分就对啦。所以咱知影道就是要拯救现实，节就是要做太好的事啦。现出是咱的师尊呢，伊曾经捌甲咱讲咧天地已经即个收束啊，所以红龙已经尽啊，咱嘛通培养将天道普传。伫即个时阵，就是要来拯救现实，拯救万人百姓，会当来得道，会当来修行人道，通赶紧的回故乡起来，回咱的以前等。所以讲，老师呢，咱的师尊呢，伊
是讲吼，咱爱赶紧趁这个机会，吼，良心家庭爱赶紧嘞，吼，赶紧收，赶紧读，吼，会当嘞，吼，回年轻，若无咧，搁等后一关会就对啦，安尼吼，得不偿失啊。那么，咱再来就是讲吼，第三点，咱就爱认清新印台湾，吼，的含义是啥啊？是。那么第一点哦，我就是讲，要来咱大家互相讨论就是讲，新印台湾伊的含义，伊的含义的意义是啥物？咱讲新印大，伫即个学术界，就是讲世界的学术界研讨，研讨迄个宇宙真理的奥妙之处，伊认为讲有三本经书。受大家的即个肯定，甲公认对啦，公认。所以讲第一个就是呢，老子，老子的即个道德经嘛第二个，就是福德的金刚经，咱中国的《道经》。那么还有一个就是心经啊，心经，那伊翻译过来就是呢，发展。都心经。般若波罗蜜多心经。般若。密多心经，按摩。若要讲依照即个新印台湾，来翻译即个，咱咧讲有三本经书，受到大家公认。第一个就是咱老子的即个道德经，第二个就是福德，的金刚经，第三个就是呢，咱中国，六祖坛经，第四个就是讲六祖坛经。那么，咱这个金刚经这心经就是对这个金刚经的所在，伊的重点来抽出来，所以讲咱讲这个道德经就是讲现在的这个社会内底，是一个足重要的一个观念啦。因为社会科技愈来愈进步，人生愈来愈往前，所以讲对外追求。
讲就愈悬，因此咱的心欲就愈不足。那么相对的呢，对这个道德经，道德观，会使讲非常的弱。理学术界来讲伊对于道德的人生观的重点是非常，重要的这个课题。那么第二，咱讲《金刚经》，《金刚经》嘛是咧讲伊的本性，咧讲心性，咧讲呢佛性，那么伊落着讲足足，的迄个奥妙之处，就是学术界所要去研讨。所以咱的佛陀用着迄个《金刚经》，伊的奥妙之处，就是呢，无非就是咧，救劫度众，咱着做嘅大师呢，所演出的着做大经，完全就是咧讲心性的物件，那么咱老师来领大的时阵，伊一直强调讲着做大经，每一字，完全拢咧讲心性的物件。所以讲，这本书上怎么讲啊？讲呢，拍之不离剑，感情不离情，感觉不离情，完全拢咧讲心性的物件。所以咱修行学道，拢爱一直呢，用着这个心性来做咱的修道入手的这个方面。那么呢，咱爱了解，咱今日会当得到呢，这个一贯天道，这个无上心法，咱着做大师，真经嘛，甲咱讲今日咱会当去得道，会当得法，那么伊的含义，就是含咱同修们共同所修持的这个法门是共款的。所以无学法者，道道未道，无学就是咧讲大嘛。无学如果若翻译起来讲大嘛，讲大嘛是咧讲道，嘛是咧讲迄点，嘛是咧讲向心的这个道体。法者无非就是咧讲大乘妙义如来。宝当然就是咧讲咱人生的宝就是对宝嘛，对宝嘛是咧讲苦海，咱就是苦海。那么宝就是一个过程，这个过程呢，咱人生的这个过程，咱必须要有处理，要安怎呢？达到时间，那么密就是一个，非常精密就对啦，精密非常全面。那么就是讲会当为处理要达到时间，那么呢，就是呢要达到呢，超生了死的这个境界。所以呢，咱必须要就是呢，爱去实践的功夫。所以咱应该呢，会当呢进一步去了解。咱讲无学就是讲大嘛，那么讲大就是咧讲，代表道，代表佛性，代表众生的这个本体，代表迄点就对啦。所以讲，啥物上大，讲大，啥物上大，就是天地之间上大。那么天地之间上大。大而无外，小而无来，方之圆满了合，观之退转明白，那么呢，大到啥物，就是无边际嘛，无边界的大就对啦，无方圆，无大小，无长短，无上下，甚至讲你的内心当中，爱呢无怨恨。无喜爱，无是非，无善恶，无头无尾，会使讲是达到平等观的迄个境界。所以，若平等观就是无对害嘛，无分别，所以来讲，只能意会而不能言传，会当达到无上，迄个无上空达到空上。
迄个是实上的物件，迄个是本所居住的所在，也是众生的国家乡。所以讲，咱讲法底就是大乘智慧嘛。咱讲，迄个妙智慧嘛，搁加一个大乘啊。所以讲，这个妙智慧，这个大善妙智慧，就是咱人的良知啦。咱讲咱人良知良能啊，所以这个妙智慧就是咧讲咱人的良知。那么咱人的良知，伊具了一切的德性。那么这个德性是对对来，那么咧就是由天所赋予咱的迄个心智就叫神智啦。迄个心智在咱人叫做元神，所以天所赋予咱，迄个叫做天命啦。所以中央内底伊在讲天命之谓性，那么伊是自然而然、自然而无为的。因此咱的伫咱的肉体的身躯内底，一天24小时，咱都好啊咱照顾。亲像讲咧，咱食物件时，咱爱咧这个肉体，伊会咧，这个消化系统，甲咱运用甲较好势。甚至讲五脏六腑，咱咧呼吸，甚至讲咱咧困，等等这些作用，它是无为而为的。所以讲，咱讲咧，这个泡就是咧讲水泡嘛，水泡就是咧讲苦海嘛。而人生，就是规生到死，这个过程内底，人生呢，拢是因为接触到这个现象界，主导现象界，所以一切咱来做了这个欲望心嘛，有了欲望，咱讲迄个爱袂着，得袂着，心就烦，就会有这个杂念嘛。咱讲杂念重生就对了，杂念重生自然你就会烦恼啊。有烦恼，人生会使讲是咱讲就是苦海。因为这个苦海就是讲，咱有执着，有妄想，执着妄想而不能自拔，所以呢，咱才六道轮回。原因就是安尼嘛。所以讲这个苦就是一个苦海，就是一个烦恼，就是一个沙土世界，就是一个处然就对。那么得就是这个过程，就是讲咧，伫这个过程，伫这个处然要安怎呢？达到迄个体验，就是达到迄个西方极乐世界。那么呢，命就是讲甜蜜嘛，就是要达到呢超生了死的境界嘛，达到涅槃嘛，弥天的境界嘛。所以讲咱即马咱即就是讲会咱达到弥勒净土就对，咱弥勒净土，咱呢一定爱咧实践的讲，多去做实践的功夫，去练的功夫。所以讲咱今日修行学道，无非就是咱要内省兼外道啊。内省就是咧护法咱的这个念头达到清净嘛。这是修这个内省嘛。那么外道无非就是助人救人心专人，那么呢这个是天外三思辨言。内外兼修，内省兼外道，嘛来透过呢，咱的这个妙智慧，去实践、去做、去行，所以讲修行过去呢，无多人个先修而后学，就是呢爱修甲苦修苦练，爱修甲3000功800个，爱搁呢千里风云书法去修较过。所以语言清晰，咱当语言才会来变得。那么演出时呢，咱先得而后修，那么修持，伫咱这个火体当中，咱逆水行舟逆来顺受的修持。伫这个过程当中，咱一定呢，要达到彼岸，要达到西方极乐，这段时间呢，一定爱受苦自然甘去，所以咱要达到最后，会当呢，苦尽甘来，
蛮讲菠萝蜜就对啦，喝着你要尝到这个甜头，要达到我必须要呢，代志上生活恶劣时中，咱一定爱用功，把持这个修道的这念头。不但咱这念头，就爱达到清净，并且呢爱做实践的功夫。所以呢，爱出成绩，那大家呢无执，无执是实践的功夫。那么主要就是爱用着咱的这个升华到咱的妙智慧去做迄个实践的功夫。大家呢无执，安尼呢，咱大家就好，大家调整了事。这个法门就是最上乘的法门，就是顿法。因此呢，咱就道义大师呢，带动这个大道讲这个话体，道讲话体出面的道，互咱会当呢，一举见智，见智行稳的这个法门，就是当今咱这个修道师所要修持的这个法门。那么第二点就是讲三教合一，五教同传的这个明证就对啦。什么叫做三教合一？就是儒、咱讲儒道释，就是咧儒教、道教甲释教咧，这叫做三教合一嘛。那么呢，加上佛教加耶稣教，这叫做五教合一。那么当然啦，儒教就是咱孔子嘛，咱孔子，那么伊所附有了四书嘛，中庸、论语，这个伦理问题啦，中庸，那么伊所传授的这个生活，所传授的这个生活，就是遵守养性。一种观点。你道教呢，修心练性，下完修行。释教就是呢，佛教叫做明心见性。办法对，佛教就是真心见性。清净法界。耶稣教就是身心意识，
对。所以有当时啊，咱来看哦，道教太上李老君，哦，伊所留落来就是呢，哦，这个道德经嘛，所以讲哦，道德，道是啥？道就是无极嘛，无极伊是至尊至贵的物件，伊是万能主宰宇宙的这个万象的本体，所以伊为咱人叫做是，哦，咱人有思想，啊呢，哦，有这个本性所用的迄个就是对，所以伊的修行就是修身养性，啊，这个校园修养，哦，所以你要看五教完全伊咧讲的，拢咧讲修行的物件，拢咧讲修行的物件，啊，拢咧讲拢咧讲，哦，全部拢咧讲修行的物件，哦，明心见性，万法归一，哦，天生定性，哦，清净法律，哦，洗心怡性，哦，目标清净，完全拢咧讲修行，拢咧讲即个物件。所以哦，咱来看有教圣人甚至所有的这个经典，拢咧证明讲这个修行的法门的物件。所以这个修行，这个义对修行者呢，就是一个足重要的这个课题啦。哦，那么呢，哦，过来就是讲，哦，讲到修行，哦，咱咧讲这个修行啊。第三点，我咧要安怎讲就讲哦，修行就是吼，真修是行，啊无是三体的修持。咱今日吼来得到，今日呢，哦得到三宝的这个妙法的智慧。哦，咱讲呢，咱今日得到三宝，啊三宝呢，无非就是讲哦，天官、口诀啊甲合道。那么呢，天官就是咧讲啥？咧讲实相法体。文字法体。观调法体，哦，就三法体嘛，哦，啊，这嘛是咧讲性、心，哦，三者合一就对啦，哦，三者合一，哦，三者一贯，哦，完全的哦，你讲修行的物件，哦，所以讲，咱讲天观就是哦，实相体。那么这个实相体，实相、无相、无不相，哦，这完全
是咧讲空想，啊空想的物件，就是咧讲咱的自性所居住的所在，那么呢，所以讲咱必须要呢依照这个心性来作为咱的依归啦，咱毋通依照迄个色性，迄个色心，迄个色身，迄个色心，所以讲咱要依照这个来作为咱的真主啦，在日常生活当中，那作为这个做依归那么在咱日常生活当中，生活起咱的应用处，所以呢，那么咱讲口诀，口诀，咱咧求道的时阵咱的点传书，伫这个点传书内底呢，伊讲，我用心讲，你用心记，用心记，是咧记啥？就咧记有主尊经嘛，咱迄个有主尊经，无非就是咱的老祖师的信号嘛，咱的老祖师伊的性处，伊的这个性处啦，伊的这个这个性处，这个性处，伊就是主啦，主是的对啦，主就是主理，一种的主理以下的心，用一种主理以下的心，如果伫我的心中，放伫我的心中就是心上；如果来用字讲，叫做呢，言语上，写一个板叫做文字上。所以呢，咱爱呢照着这个相，来明理啊，所以讲依照这个相来明理，了解呢，咱会当呢用着咱的自性，甲咱的心性合一，会当体悟这个心性身圣合一，合为一体，咱讲呢合同就是这个关照，咱讲合同就是诚心心嘛，这个心嘛，这个心无非就是呢，叫咱呢用着这个心来关照，关照发这个，咱这个心是一个呢工具，用着这个心会当呢来含咱天地间的众生物，同在，含咱老祖师，含咱祖尊，含咱祖庙，含咱的老母娘会当同在，依着这个心性，会当呢含咱的众生物同在，这才是真正的合同。那么合同伊的重点，无非就是要叫咱呢学习圣贤贤论，诸理以上的这种精神，亲像咱师尊老人曾经捌甲咱提示讲，咱爱来效法咱的何老先生的伟大牺牲亲像咱何老先生，那么伊牺牲着家族，牺牲着财产，命，生死，功果，所以一切拢牺牲，这个伟大牺牲，那么呢，无非嘛是讲叫咱爱学习咱的成全人，咱的各点传师，咱一生牺牲奉献的这个精神，那么最后我呢，做个结论做个结论。我就依照这个咱六祖咱的慧能祖师来得到五祖这个示范，而五祖呢这个来教迄个咱也拢有住迄个六祖观这三年五祖来教这个这追棒的这个所在，五祖呢甲咱的慧能讲。力拼心
色啊卖就对啦，米精色啊卖啦，哦。那么桂林呢，讲啦米色酒啦，哦，安尼欠开啦，哦，讲米已经精色啊，哦，毋过欠开啦。那么米精色的意思，哦，无非就是讲哦，而家呢，哦，而这个厨房，而家呢挂大堆，哦，安尼哦清理，煮饭种种啊，要应付人讲呢，人讲有道理嘛，也有道理啊，所以讲伊落负责这三顿，安尼这时内底有生活上，这个庄园稻俗啊，会使讲非常的这个卖，甚至讲伊这心中无怨恨，只有呢以下这种精神，人讲生命现讲了啊，这种的好处啦，会使讲米已经清晰啦，那么米色啊，那么油，那么做书啊，就用着伊个做书的迄个中就对啦，意思就是讲做书拢毋是一乖啊，迄个乖啊就是规顶头迄下无甲呢卡三个就对啦，安尼呢，三个面刺啦，所以桂林做书呢，伊会做已经呢，会议做书的这个意思是啥物啦？叫甲伊呢三更有熟就对啦。所以三更就是咧讲讲已经差不多暗时啊。你若讲一更就7点到9点，二更就9点到11点，三更就11点半夜2点到1点。而这个时间安尼5度1至5点5度的这个成头，安尼入这个成人的5度，咱用迄个加西亚不能临界，所以呢，达到一气健成升温，会使讲是得到安尼来受气。那么5度呢，伊得到了呢5度再开始呢，来甲伊讲迄个真光经就对啦，应无所住。以心就是应着应着啥？应着迄个无的就对啦。无的就是咧讲啥？就是咧讲咱的夫妻老母娘所符合人迄点的迄个自性，在咱的心上迄个自性分迄个所在，应无所住。而迄个所在，你敢有去甲保持得住就对啦。在医疗时中，咱爱以这个来作为咱的作为咱的依归，来作为咱的这个主宰以心之心就对啦。心就是会当生出迄个道心，毋免呢毋通用着迄个妄想心，迄个色心，你若当去了解，安尼呢，以咱这个自心的行为所表露出来，迄个就是道心，道心的这个显露，悟着了，那么呢，伊就呢对这个国土，为能就对国土呢，伊讲呢，一切万法不离自性啊，所有一切形形色色，的这个变化，都无离开咱自性的这个边缘，所以这就是咧讲心性的物件。所以为能做咱对国土一个心得的回想。那么这个心得的回想是啥呢？讲好基自性本自清净，好基自性并不生灭啊，好基自性本自负责啊，好基自性本无动摇，好基自性灵性万法。那么伊讲了这就是讲，原来我甲了解讲，咱的本性就是个清净清净，清净而无污染。那么咱的本性本来伊是不清不灭，不垢不净，无形无相。那么伊是来自于的，本性甚至讲本性伊是具足一切的这个特性。那么本性呢，这个伫这个环境当中，无受到这个
环境所养着伊是呢无有动摇的甚至讲人生办法一本算万事，万事归于本自信会当含天地当中有所以讲这是万法归一啦安尼所以呢我就用这个来作为咱的这个结论，慢慢来我就做下天了三了，无好咱先论会当下咱从咱的领导咱的督长咱的总经理会当我做一个时间引导，爱时间我就讲做咱这咱个人